砰砰砰！从今朝开始，我要改口子，退休工资3600变得退休工资3700。来别等前一场海发三位用脱的，哪还对得起来娘高个恩情？趁着我个生日一拿个房子喊叫装修装修，上年晓得个透明来了，随便哪哈发东西，房子浪向做发动作么，再还拿只上弄得适宜点。毕竟接下来个20-30年，还有1/3个辰光一直养辣到上头。星海广场讨山带着，懂诗人更懂生活，今朝豁出去着。哎哟，天花脱子眼睛着啊！今年是我当你老公结婚30年，还有抬眼落心点的。这套怎么样？是不是100%真实的？假一罚10。姐，不要纠结了，人生能有几个30年？哎，有没有蚕丝被啊？我一个美国同学要我寄过去的。你讲吧，不给看皮的，快不拿干两些的。下面我再来试试睡衣。小戴姐，这套怎么样？我还是自家来选吧。姐，这件最好，跟我想的一样。来来，你下班追来着，快点跟我来，给你一个惊喜。哪行？大家能不能有去过啊？